等会儿要下去了嘛，拍了视频就走了。好烦哦！马上嘛，说明要拍是吧？对，肯定要看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研究老师的。这个是团队的，这边是团队的。这个是用真的，这个他已经关了。他关了吗？对啊，这边是团队的。这个又没电了哦，用真的没电了，我不知道它是啥。可能的他们。走。小目标对，朝气蓬勃，很团结的。家乡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。哎，我的家在哪儿？我的家乡在哪里？呀，我的宝贝，哪里叫宝贝过来，我们开饭啊！我的家乡下雪了。游客中心，这个啥？晚上效果好一点，等我做好了。等一下上期嘛，你帮我录视频啊！联系你啊。等一下上期嘛，你帮我录视频。这啥？金川县梨园景区，梨园景区。梨园景区服务中心。丝瓜，丝瓜。他们这边有骑马的啊，他们要拍骑马是吧？那个曲镇要骑马。哇，你花钱！哎呀！这边没车子过来啊。天上的仙女。车子在哪里？啊，是吧？这前里面左边，拿上嘛也可以。哦，在前面一点。那边卖咖啡的，坦克300，后面那个尾箱打开了在卖咖啡。往这边看。快一点，那边就是逛下梨花。在这边跳嘛，在大道上面跳也可以了。马路上不是吗？在马路上拍哦。两边都已经封了。那个。那边也在拍，那个专业拍摄打反光。这变化真的是太大了。这梨花节离谱没有？来，所有人放包放出进出队。快点办正事，办正事，真的搞笑的很。家人们快点嘛！谢谢你。衣服还没有换，还要换衣服。还有收拾东西。大家快点，快一点，可不可以？118的那个吗？那水没电了吧？哦，还是这样。就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要叫我。什么叫我？真的，人家都当龙了嘞。有电吗？我这个没电了，这个电没有了。你的吗？我的，充电。那你这个，我这个，这个有电，这个有电，这边。那边那个好看。真的是太大。那边好看。哪个风景好看一点？这边好看一些吧？这边这个方向。
光不太好。就光线太，从那边好，是吧？两边都就从这边吧，就这边。就这边麻烦可以。调，光线可以调一些。那你们咋站呢？一排站不下呀。这9段第10段，金川过庄。他们给他打光吗？他们不是加上变化那个。你地址是多少？附近感觉，我们进哪里去了？摄像机在用吗？哦，也是一直在播，一直在拍，这边在直播。我们先放出2步，我们先让哥哥拍一个，一人7匹马吧。哥哥来拍一个。我一直在拍。来，哥，这人拍，你们随便。就自然一点就可以。这人快点合个影吧，这人最好。合个影，然后他们每个人多拍几张。可以来合影吧。哇，一个我过来哟，一个也好看过来。那我们就先拍照吧，先录视频。来，所有人把手机放那边，转这边来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？动作快一点，可不可以？宝贝嘛，动作快一点。你说我换广角，换广角两边景不好看。手机靠到那个面部。这个1.35的嘛。来，女士，这样换广角，两边的景砸了，是吧？你看这边看嘛，有树，两边景不好看了。你赶紧不弄的话，马上会就不行了。蹲啊，男生蹲。男生蹲完了。哎，你2层准备接到手球。这边还有2个，用针和那个。吴京在这。哎，家人们，那个刚刚的形象大师要不要放在前面？形象大师了啊，应该拿上哦。等一下，我给你。孩子呢？哎，大师在这上面呢。 2个大师。咋了？没力吗？没力了。这个没办法，一定要合影嘛。我的手机往后面拿一拿。我们那个牌子不拿吗？张西去哪？哥哥帮忙。全倒了，我感觉。哥哥站中间吧，不能中间去，你站中间去。从前跑的那个感觉没法谁的手机啊？秘密都出来了。都拍几张啊！要这个啊，我先拍着，你们才拍啊！这个不要我拿都不是，拿到个优秀家属来的拍，知道吧？啊，选配哈，我，都拍几张？好，可以不？可以。你看都没看，可以了吗？绝对没得问题。小麻了。这面曝光太过了。那这样子去，不要动。手要这样吗？啊，还没做到那个。手要放吗？没事，好，这样可以。再不快一点的话，脚肿住了。来，准备，上。有个口号吗？喊不喊？不喊了，3、2、1，拍个照片嘛。多拍几个。对，多拍几张。他们还没完吗？
我们看谁呀？都有，都在看，都可以，都在直播。没有了吗？拍个321嘛。我拍了好多了。你要不喊好321？好321好3、2、1。来，看镜头，来看这里，来准备啊，来1、2、3，看镜头。好，可以 ，OK 了。就干嘛了？男生干的舒舒服服，安静静的，啥都不说了，谁知？再拍几张吧。好，谢谢。有一张，有这张把删掉，谢谢，照好。手拍吗？你要不要跟？三只小老虎，老什么？团队小老虎，三只小老虎，个子一样的，小老虎，就像小老虎一样的。笑一笑。那个是三只大老虎嘛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3只老虎，小老虎是小朋友，是大老虎。这边多了一个啊，3+1吗？3+1。现在不小了，成年了。老鼠哥过来，我们两个拍拍4个。哎呦，笑一笑嘛。可以，这个。拿同志向女同志靠近一点。打他嘛。男左女右啊！不。不敢拿过来。没有没有。做动作嘛，打他嘛，拍一下。为什么拍照会这样呢？然后这样的话往下，然后脸就高一点哦，身材高一点。高做点动作嘛。高可以了。可以。脸上光要打好。脸上可以。这个太阳都全都做打完了。我在外婆家。专业。这样。我他们在外婆家。他带过去了。等一下啊。这个 pose 摆得好哦。OK， 真的好，真的好。看一下，好在哪里？我看一下。等一下看。不用美。等一下拍啊，我先拍。我进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戴眼镜没事，什么？眼睛闭了都看不到。等等，这高一点啊。这边哦，这可以。有铁针掉的。等一下啊，怎么了？拍啊，小拉错吗？可以拍。打这的打这往的。里面才拍。跳舞好。哦，自拍一张吗？戴宗没怎么拍，他拍的比较少。自拍一下。你们2个可以拍吗？你们2个没怎么那个。他们2个经常拍嘛，打相机。好，戴宗和他们2个，你是最好的。我刚刚他们没拍。啊都。现在有时间。高冷比你高，我是。哦，哥哥。我还是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哎，老子哥啊！哦哟，那个车子。北京的牌照。老师，快来这里自拍贼好看，这个。用这个自拍超级好看。哎，你在我这边。那几兄弟嘞，就这样跑的。
这个光线好，这边不用不用 P 都很好看的。不一定，但是你得这样拍。这个地方是金川县的梨园游客中心，是吧？对，一个团队的，都是左右参谋的，对，是百货跳舞，对。百货那么小白，就是讲村子。老大娘的这东西有大。来，我学一下武技的动作，武技是。那你啥子跳的？武技是要跳的。放出来的时候好懵逼啊！他那个穿鞋子的时候，真的有点吓一跳了。我们老家人说对了。我的家乡家乡的变化真的是太……在拉串没拍，有的时候要看阿错。好，它有点，你自然一点吧，像平常一样，不要太过来了，再过来一点，这种吧，过来是再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，你的话，对，笑起来。一直在笑。老师不要那么正，放轻松一点。对，我让你。你小鹿的脚怎么喽？脚歪了，歪脚给。脚歪喽！穿便装的时候就喜欢这样，抓拍的这个搞啥啊？就要抓拍几号。开心的。这样的还好看，这样的还好看，你看。是吧？是哎，这个你们可以拿去，这样子。其实你们是穿泥花，要穿泥花。哎，我们俩这个样子拍一张。他们就是就拍我们俩背影就好。拍背影。是呀。老师稍微撑一点，然后我们俩放回去吧，这种。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造型。可以。啊，人好才做什么都好看。我昨天不是说了吗？老师，这个好好看啊！哎，你们两个这个没有那么好看，这个最好看。哎，我们两个要。这光线对着脸，照。不要半身不好看。就要全身。你看半身的话，这样。就要全身的，你看嘛，直播出来效果都不一样。不要笑。啊，是的。他拍第一分，还是第一。跳舞了！哎，跳舞了，快点，哎，快点！电话真大呀！家乡的电话。叫村。再对下吧。来，老师，我们拍一个，来。下去。哦，哎，你不要离那么近，你要离就是那个离脚刚好那个线在那个脚上的位置，我们应该在那边，你要再远一点，远一点。小李哥，你可以往那边一点吗？来，1、2、3。可以换个动作。我在想你呀，你想我。拿头往老师这边看，老师往对。可以了吗？对，可以。放音乐喽。等一下。不要去打。他们拍完了，走了，再走。完了呀！你看，他们没完，耽误我们的时间了。这边现在几点？11点跳完了，12点回去，12点半，1点那个跑2个多小时。这个线就到那个马上看应该都4点5点钟左右了。哎，阿酱。
但我感觉你这弄个什么不好的呢？可以了，再换个动作。狼族的雷锤今天要爆满。 1、2、3，哦，可以了。我说你今天随便拍。一张照片才多大嘛？快了，现在。看这个，看现在就不我想跳舞的你也可以。好。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好。啊我喜欢。这也是个专辑吧？拍照片儿也会单独剪出来，你们看。反正也拍了。我看你真的是。我动作给俺弄啥子？哎，平时拍照的这不一样的，我动作看看弄啥子？跳起来！各个怎么？我也。各个怎么？他们家伙。低一点的，你想去低一点。OK。OK。阿小眼都。我感觉半身有点高吧。来3，近一点嘛，请你玩的真的感觉。我真近一点嘛。 2、3，站直一点嘛，但是。可以。你脚动一下呗。耶！这两个也在拍。我今天动作永生笑一下。 18个动作有干。怎么画？画背对我。家家的动作太大了，全部弄。看这边，好。只看2个头。哇。这个可好看了，你们真的是不好看，好看哦。那用这拍，你晓得这样拍不？你看这样拍的，我觉得一定是我们说这个位置。主要是这美景太好看了，没拍好。抢拍的，抓拍的，抓拍。在这里，荣章，我在这里，你在后面拍，姐姐你让一下啊。哎，这样吧。3、2、1，走。这个也得拍，拍不过来。等你等，后颈要长一点。这个帮我拍一个。对。挂正气。你转身一下的话。都是专家了，都是拍照拍。但是你转身过来，对，就这样一下。对啊，都在拍。是说都你转身一下，把那边里面拍个全部单独剪出来，都一样的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。这看的都可以啊。这金川梨园嘛，庆陵梨园，庆陵乡梨园，这个是离上新疆南金川番里最美梨园丽花园。显示的，拍了吗？要把脚交流出来一点点好看，你看，永珍我给你拍，就是这个位置要到正好到裙边，拍出是最好看的，知道吧？你看啊，永珍你过来，姐你在这儿，手还是不要这样，我经常这样，我觉得不好看。在这里的那个线上来，对，你看，哎，永珍你看，你看啊，一个交流，开始。他这是不是放的你？挺大，我看不到这个是。这张贼好看，真的。抓拍的。哦，姐姐，但是在这里太反了。老子我们两个，我们一起找一个，我们俩回去。都在交流。 3、2、1。
让个路嘛，他们起码你要离我远一点，要把那个你要到那个。骑马的来喽！我骂人了吗？我忘了。没事是吧？这个位置。我先拍一个。我想拍个那个。咱们每个人无忌，那个锅么跟着的。不知道那我们没给钱。那边那个呀，你说的吗？我们最高的1.85米。吃了钱的，我要拿那个菜就到。这边转一圈，这边转一圈。你等一下。拍了吗？就直接照片。你头往这边转一点，一般都是可以。你们给我拍走再后退一点嘛，你直接太阳光全部照到嘛，哎，往这边看一点点。走拍走。哎，现在看过来。3、2、1，你看。都每个都要包拍。这边偏一点，就这样。来，大家快点，笑一下。你这个笑的比我笑还难看。对，大师兄。啊，你这不行，你快拍一个。不对，你稍微远一点，那个让一下，哥哥让一下，不对，你在你那个线上。对，好。王叔，你的直播我拿了。快来排队了！我转9个。哦。东西放在这边就行。等一下要看那个。快点啊！对行。手机指甲看着。